互相来对见，互相来对答，互相来推论，互相来推论。所以有无皆无，皆无，有甲无，较尾就所以中道是理显。毋过伫即有甲无当中，中道真理就变了走出来。你若要去形容，要去借圣人的圣经，或者即个叫圣经，或者经典，史书人这物件，会当显出即个中道的道理走出来。有色对无色，有色对无色，所以咱来了解，有色是有形，有形而会体出来，有色就是咱看得到，有即个形象的体现出来。无色呢是无形无形的佛像啊，无色就是拢互你看无，看无即个上帝啊，所以呢有无甲相对，既是对待互练啊，既然是有甲无互相练啊，咱讲有的嘛是有无的一面啊，咱讲无的嘛是有的一面啊，所以呢，会当伫遮互练啊，不着有色，咱行去进入迄个成道，咱要去中道形式。讲我后日要做菩萨啊，安怎啊，都安怎卖个中的形式有色无色，区不着；有色甲无色，区不着。就是讲咱有色甲无色，咱拢莫去执着，只要来做好啊，莫讲咱互拢功德偌大拄偌大所以伫咧修办的过程中，就是咱互言，咱人讲你若无我迄时咱遐辛苦，甲你度咧，甲你宣传咧，你今仔日袂晓要遮怎样？咱绝对袂使有这物件，咱拢袂去执着这虚有虚有觉心为界，安尼呢就是天然。伫咱修行的过程中，都是阻碍，都是阻碍啊。所以消业是空之事啊，消去即个阻碍，入去真正进入去空相，真正进入去空相。主事主做重要，写啊讲，上天之在无声无息，嘛无声，嘛无当平安的是意。伊讲诗文直有如无，无有有论上天之在，但无声无息，是讲到最高的境界就是到咱咱有声有色甲无色，谁人会去执着？自自然然伫咱即个心修行的过程中就有阻碍消除了阻碍了后呢，咱就去到真正的空境真正空境，敢有啊？迄个圣经甲讲一句话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只要你会晓去运用空色的物件，咱会晓去转换，也会晓转换即何生？即何生死之应在？后日呢，生嘛哪像死死嘛哪像生虽是讲咱已经开空气，毋过咱的自身本体咧，等于西方极乐世界咱讲多成天外，命留人间一日呢，等候迄个时间来到，你的命就走出来。空性人开空气1000年了后，1000年伊的命就走出来。兄弟姊妹，无咱今日嘛毋知影空性人的名咱来了解。有相有无相对，有相甲无相对，有相是色，有相是色。那么无相呢？讲无相是咱的心，有相就是外口看到的形色，无相就是咱的心因心因为心大有色因为咱这个心，咱逐日去看到这天人间这形形色色的物件因为有这个心，才有去看到你今仔穿乌的白佫绑一条绑一条筋有这个心，才有去看到这物件。你若无这个心呢，才有去看到物件，无所以因色甲因心，因为色带来因这个心因为这个色因色甲因心心
因为即个色，甲因即个心动心去甲看，无迄个色，心会动袂，会去看袂，袂啊。因色哦，因为色甲因心嘛，欲色甲欲心，会怎啊？咱色甲心一定爱欲啊，欲色哦，欲色甲欲心啊，甲欲即个心，这两项物件你拢伊甲去甲注意就对啦，伊甲注意。袂使无去甲注意，你若无去甲注意，心无动。啊，你若无去甲注意，色牵心牵无毋知倒来。哦，所以咱伫正修论学课当中呢，咱会当去了解足侪物件。哦，因色，因为色来因一个心，啊，欲色欲心，哦，名相虚色，这个名就虚色来，哦，名相。虚线嘛吼，这个名是虚线的嘛，这个名是虚线的物件。今仔日呢，我名做好真好，这个人后日归空的这个人，这是来遮为这个名尔。甲别人讲个无偌好名，做偌好名，毋免啦，好啦，有人求好啦。咱嘛爱加使较够使有得啊，做好名，做好嘢嘛有啊，我了即个阮厝边个一个名做鸡母啊，做阿祖，啥是大做咩我做过真正鸡母啊，我做鸡母啊，我袂骗你啦，我而且袂咧讲实在啦，我讲鸡母做啊，因鸡母啊，即摆后面后生咪做做啊，拢叫做啊，鸡母做因囝啦，你若毋知影鸡母做因囝。对一个做啊，当迄个鸡母来做啊来囝啊，所以鸡母啊，爱加使啊，狗屎就后壁互你，但有啥物偌好名？即个名是假名啊，咱要去甲夹起，所以爱甲注意，袂使无去甲袂使无去甲注意啦，名上虚假，言语是假啊，有即个是。